如果我告诉您，那个在厨房里陪伴您几十年的好伙伴冰箱，实际上可能正在悄悄地流失您年迈身体最需要的营养素，您会作何反应？这听起来可能令人难以置信，但在从事银发族照护工作超过20年后，我发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事实：许多消化问题、精力不足、免疫力下降，甚至是心脏方面的隐忧，往往都始于我们在家中储存食物时犯下的简单错误。而最让我感到沈重的是，这些错误绝大多数都是可以完全避免的。在今天的分享中，我将带您了解9种您绝对不应该放入冰箱的常见食物。这不是因为它们不健康，而是因为低温可能会剥夺它们50%到90%的营养成分，改变它们的天然结构，甚至在体内引发有害的变化。特别是对于60岁以上的长辈来说更是如此。如果您或您关心的亲人正努力维持强健的体魄、清晰的思绪以及每天更顺畅的消化功能，那么这些资讯是每一位银发族都值得知晓的。请务必看到最后，因为最后提到的2种食物，几乎所有人都会弄错，许多人甚至在不知不觉中让他们的营养价值大打折扣了好几年。第9名，面包。面包是许多家庭的主食，对长辈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它方便、松软、易于咀嚼，是快速早餐的完美选择。但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的是，将面包放入冰箱是让它在一夜之间变得前燥、坚硬、无味且不新鲜的最快方法。在低温下，面包中的淀粉会经历一个称为老化 retrogradation 的过程。简单来说，淀粉分子会重新结晶，将水分排出，使原本松软的内部变得易碎、前燥且难以咀嚼。对于许多牙齿敏感、咬合力下降或有口前问题的长辈来说，这个小小的变化可能会让一片原本美味的面包变得令人不适且难以下咽。冷藏过的面包也会失去其天然香气，而这种香气正是让面包尝起来新鲜诱人的关键。失去了那种温暖舒适的气味，食欲便会下降，导致许多长辈吃得更少，无意中减少了每日的能量摄取。这一点尤其令人担忧，因为长辈往往很难从谷物中摄取足够的热量、膳食纤维和维生素 B 群。许多患者也告诉我，冷藏的面包似乎会吸附其他食物的气味。这是因为面包在充满各种食物的冰箱中非常容易吸收水分等异味，这会导致味道混杂，有时甚至令人不悦，甚至可能引起轻微的反胃或胃部不适。那么该如何正确保存面包呢？除非绝对必要，否则请避免放入冰箱。请将面包存放在室温下阴凉前燥的地方。如果您买的面包几天内吃不完，可以将其切片并放入冷冻库保存。想吃的时候，只需放入烤面包机烘烤或加热即可，这样依然能保持松软新鲜，且不会破坏其结构。另外，避免在温暖潮湿的地方将面包密封在紧密的塑胶袋中，因为这会助长霉菌生长。这个小小的改变可以帮助您保持面包的美味、营养和口感，让您的饮食生活更轻松愉快，而不是费力的咀嚼前燥的冷藏面包。第8名，咖啡。对于许多长辈来说，早晨的一杯咖啡不仅仅是一种习惯，更是一种带来思绪清晰和提振精神的舒适仪式。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将咖啡豆或咖啡粉存放在冰箱里是最大的错误之一，这会悄悄地流失其风味，甚至影响消化。咖啡是厨房中吸湿和吸味能力最强的食物之一。
当您把它放入充满湿气和混杂食物气味的冰箱时，它就像海绵一样运作。没过多久，原本应该香醇浓郁的晨间咖啡可能会出现怪味、刺鼻的苦味或令人不悦的余味。除了风味之外，低温会导致每次打开冰箱时，咖啡豆或咖啡粉表面形成冷凝水，即使是微量的水分，也会加速氧化过程，剥夺精致的香气化合物，使咖啡变得平淡无味。对于消化系统较为敏感的长辈来说，饮用吸收了湿气或片质的咖啡，有时会引发轻微的胃部不适或胀气。高品质的烘焙咖啡还含有天然油脂，这些油脂是形成浓郁口感和深度的关键。在寒冷的环境中，这些油脂可能会凝固，减少冲泡时的萃取率。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说冷藏过的咖啡味道就是不对劲，即使冲泡方式与以前完全相同。那么，如何保持咖啡的新鲜和风味呢？请将其存放在室温下的不透明密封容器中，并远离炉灶或热源，以免温度波动。建议只购买您在1到2周内能用完的量，以确保最大的新鲜度。如果您真的需要长期保存，请将咖啡分成小份冷冻，每次只取出需要的量解冻，切勿反复冷冻。一杯好咖啡不只能唤醒您，它还能促进循环，提高警觉性，并为您的早晨增添一份愉悦。但如果储存不当，咖啡就会失去这些好处，变得不再那么令人享受。改变储存咖啡的方式看似微不足道，但在长辈的生活中，这些微小而刻意的选择可以造就更美好的一天。从早晨的第一件事开始，接着是第7名，蜂蜜。蜂蜜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大自然赐予健康的礼物，特别是对60岁以上的长辈而言，它可以舒缓喉咙，帮助消化，增强免疫力，并提供温和且易于吸收的能量。然而，许多人无意中以错误的方式储存蜂蜜，导致这液体黄金失去了许多天然功效。将蜂蜜放入冰箱是最常见的错误。低温会导致蜂蜜迅速结晶，从滑顺的金色液体变成粗糙的半固体块状。虽然结晶并不代表蜂蜜变质，但它会剧烈改变口感。许多人因此误以为蜂蜜坏了。对于长辈来说，处理偏硬、结晶的蜂蜜既不方便又令人沮丧。更重要的是，开关冷藏罐时产生的水分会降低蜂蜜的天然抗菌活性，而这正是蜂蜜最有价值的特性之一，也是历史上它被用于伤口愈合和舒缓喉咙痛的原因。即使是少量的额外水分，也会干扰赋予蜂蜜疗愈特性的酵素，这对免疫系统往往较弱，且经常依赖蜂蜜作为温和天然疗法的长辈来说尤为重要。冷藏还会使蜂蜜的香气和细致的甜味变得迟钝，特别是那些含有较高营养素和抗氧化剂的深色生蜂蜜或野生蜂蜜。当风味改变时，蜂蜜就不再那么美味，也更难与茶、燕麦片或其他熟悉的食物搭配。那么，该如何正确储存蜂蜜呢？请将其存放在室温前灶处，避免阳光直射，使用带有紧密盖子的干净玻璃或塑胶容器，以防止水分侵入。如果蜂蜜结晶了，只需将罐子放入热水中，轻轻加热并搅拌，它就会恢复滑顺的形态，而不会流失营养。避免使用潮湿的汤匙，以免带入不必要的水分。只要储存得当，蜂蜜的保存期限非常长，甚至可以存放数年。对于长辈来说，保持蜂蜜的天然品质意味着保留了一份纯净的能量来源，消化支持、有益心脏、健康的抗氧化剂以及温和的免疫保护。一个小小的改变
改掉冷藏蜂蜜的习惯，就能享受大自然赋予的完整丰富营养。第6名，大蒜。大蒜是几乎每个家庭必备的食材，不仅因为其独特的风味，更因为其经证实的健康益处。数十年的研究显示，大蒜有助于心血管健康，减少发炎，增强免疫力，并天然抗菌。对于60岁以上的长辈来说，它是最值得保留在饮食中的食物之一。然而，许多人不知道自己储存大蒜的方式是错误的，尤其是将其放入冰箱。当暴露在低温下时，大蒜的发芽速度会快得多。虽然发芽的大蒜没有毒，但它确实会流失许多精油含标志性的香气。内部的绿芽通常尝起来带有苦味，会改变菜肴的风味，使餐点变得不那么美味。特别是对味觉变化较为敏感的长辈而言，冰箱的高湿度也会导致大蒜片软、受潮，并更容易发霉。霉菌不仅会降低营养价值，还可能产生毒素，刺激消化系统和免疫功能，而这两者都会随着年龄增长而自然衰退。年轻的身体可能较能承受这些，但对于长辈来说，即使是轻微的食物变质，也可能引发胀气不适或营养吸收率下降。另一个许多人忽略的问题是，低温会在切碎或压碎大蒜时破坏其细胞结构。冷藏过的大蒜会变得软烂，失去其脆爽的质地，释放出的香气也少得多。这也意味着大蒜素 allicin 的大量减少，而大蒜素正是负责大蒜护心和抗菌特性的化合物。对于长辈来说，失去大蒜素意味着失去了大蒜降低胆固醇、促进循环和保护血管的部分能力。那么，储存大蒜的最佳方法是什么？请将大蒜存放在室温下前燥、通风良好的地方。使用篮子、网袋或允许空气流通的小容器，避免使用塑胶袋或密封容器，因为它们会致留水分并导致腐烂。将大蒜存放在远离炉灶等热源的地方，因为温暖会加速发芽。一旦剥成单独的蒜瓣，请在7到10天内使用完毕，获得最佳品质。一颗简单的大蒜球对健康老化有着显著的益处，只需做一个小小的改变，不要把大蒜放进冰箱，您就能保留其风味、天然酵素以及强大的护性功效。第5名，香蕉。香蕉是60岁以上长辈最好的水果之一，质地柔软，易于咀嚼，富含对心脏健康有益的钾，以及充满了维生素 C、维生素 B6， 含有助消化的膳食纤维。然而，许多人没有意识到，冷藏香蕉是让它们流失营养、片色和风味下降的最快途径。香蕉是热带水果，这意味着它们天生不适合应对低温。一旦放入冰箱，果皮中的细胞就开始分解，导致果皮迅速偏黑。这不仅仅是外观问题，更是内部已经开始发生寒害 （chilling injury） 的迹象。在正常条件下，香蕉会随着酵素将淀粉转化为糖分而自然成熟。但当冷藏时，这个过程会突然停止，迫使香蕉进入一个不均匀、不自然的成熟阶段。结果就是口感变得软烂，甜度降低，内部变得柔软，甚至出水。更令人担忧的是，研究显示，存放在低温下的香蕉在几天内可能会流失70%到90%的维生素 C。对于依赖维生素 C来支持免疫系统、铁质吸收和皮肤健康的长辈来说，这是相当大的损失。受寒害影响的香蕉也可能引起胃部敏感的长辈轻微的消化不适、质地的改变和过早的分解，增加了肠道内轻微发酵的机会，导致某些人出现胀气。
那么，如何保持香蕉新鲜营养呢？请将它们存放在室温下，避免阳光直射。将香蕉悬挂起来，或放在架子上，以防止碰伤。为了减缓成熟速度，可以用保鲜膜包裹茎部。若要加速成熟，可将香蕉与苹果或梨子一起放入纸袋中。一旦完全成熟，可以将多余的香蕉去皮冰冷，冻起来做成冰沙。这是保存风味和营养的最佳方法之一。香蕉是对长辈最友善的水果之一，但要真正从中受益，避免冷藏至关重要。只需调整一下储存方式，就能帮助您在日常点心中保留更多纯净的能量、宝贵的维生素和美味的口感。第4名，洋葱。洋葱是无数家常料理中熟悉的食材，从汤品、沙拉到快速的家常热炒都少不了它。然而，很少人意识到冰箱实际上是储存洋葱最糟糕的地方之一，特别是对60岁以上的长辈来说，他们可能对味道变化和消化问题更为敏感。冰箱的设计是为了保持蔬菜新鲜而具有高湿度，但对于洋葱来说，这种湿气创造了霉菌生长的完美环境。一旦像纸一样的外皮吸收了水分，它就会片软并让黑色或灰色的霉菌扩散。这些霉菌不仅会破坏洋葱，还可能产生刺激消化系统的毒素，这是长辈应该特别小心的地方。此外，将洋葱放在冰箱太久，会导致其天然淀粉转化为糖粉，这会使洋葱片软、出水，味道也会变得有些奇怪，这也会影响洋葱在烹饪时的表现。通常，洋葱会焦糖画得非常漂亮，为菜肴增添天然的甜味。但受冷受损的洋葱更容易烧焦，释放出过多水分，并失去脆度，导致餐点的味道不如预期。许多人忽略的另一个问题是，冰箱里混合了各种强烈的气味。因为洋葱很容易吸收气味，它们可能会染上生肉、起司或剩菜的味道，这会完全改变它们的天然香气，甚至在烹饪或食用时引起不适。那么，储存洋葱的最佳方法是什么？请将它们保存在前灶、通风良好且远离湿气的地方，使用网袋、开放式篮子或穿孔容器，以利空气流通。切勿将洋葱与马铃薯存放在一起，它方释放的气体会导致彼此更快腐烂。也要避免阳光直射，这会促进发芽。唯一的例外是切开的洋葱应将其放入密封容器中冷藏，并在2到3天内使用完毕。对于长辈来说，选择干净、储存得当的食材，对于维持消化、舒适和享受没有不愉快、惊喜的餐点至关重要。只要简单地避免放入冰箱，就能帮助保留这种日常食材的完整风味和新鲜度。第3名，马铃薯。马铃薯是许多家庭重要的淀粉来源，它们价格实惠，用途广泛，且富含钾维生素 B6 和水溶性膳食纤维，这些对长辈的健康都很重要。但是错误的储存方式，特别是放入冰箱，可能会引发影响营养和安全性的变化。当马铃薯暴露在低温下时，内部的淀粉会开始更快地转化为糖粉，这是块茎的一种天然保护反应，但对消费者来说却带来了风险。当富含糖分的马铃薯在高温下烹调，如油炸、烘烤或煎炒时，它们可能会形成丙烯酰胺 acrylamide， 这是一种频繁摄取、可能与健康疑虑有关的化合物。年轻人可能较能耐受，但对于新陈代谢较慢的长辈来说，限制丙烯酰胺的摄取尤为重要。冷藏储存也会改变马铃薯的质地，受损的淀粉细胞会使内部变得软烂。
而增加的甜味可能会在烹饪时产生奇怪的味道。这解释了为什么用冷藏过的马铃薯做的马铃薯泥或薯条有时常起来不对劲或过甜。对于长辈来说，这些意想不到的变化可能会降低食欲或使餐点变得不那么令人享受。光线和湿气还会促进龙葵碱 solanine 的形成，这是一种苦味化合物，过量食用可能会引起胃部不适。虽然冰箱里没有强光，但其湿气会软化马铃薯皮并加速腐坏，使其食用安全性降低。那么该如何正确储存马铃薯？请将它们放在阴凉、前燥、通风良好的地方，例如储藏室、置物柜或厨房的阴暗角落，避免将马铃薯密封。在塑胶袋中，因为水分会被困住，并促进发芽，使用纸袋或编织篮，让马铃薯可以透气。最重要的是，将马铃薯与洋葱分开存放，因为两者释放的气体都会加速对方的腐败。如果您看到发芽或绿色斑块，请将其切除。如果发芽严重，则丢弃该马铃薯。对于长辈来说，选择安全、处理得当的食物永远是首要任务。通过做一个简单的改变，将马铃薯放在冰箱外，您可以减少饮食中不必要的化合物，同时保留马铃薯的天然风味、质地和营养价值。第二名，巴茄。巴茄是对长辈最好的食物之一，它们富含维生素 C、钾、膳食纤维，特别是茄红素 lycopene， 这是一种支持心脏健康、视力和免疫力的抗氧化剂。不幸的是，许多人仅仅因为将波茄放入冰箱，就无意中降低了波茄的品质。波茄天生喜欢温暖的环境，当暴露在低温下时，其内部的生物过程几乎完全停止，结果巴茄会流失大量的风味，负责其天然甜味和香气的酵素变得不活跃，使巴茄变得平淡、软烂且毫无生气。对于严重依赖天然风味来刺激食欲的长辈来说，这使得巴茄变得不那么吸引人。低温也会破坏巴茄的细胞结构。当您切开一颗冰过的巴茄时，经常会看到水的果肉、软烂的质地，并且失去了那种多汁的紧实感。这不仅影响生吃波茄的味道，也影响烹饪效果。受冷受损的波茄分解得太快，在酱汁或汤中会失去其天然的浓稠度。最令人担忧的是，冷藏邦茄可能会降低人体吸收茄红素的能力，而这正是长辈需要用来保护心脏和控制发炎的抗氧化剂。研究显示，寒冷的环境会干扰波茄的自然成熟过程，使茄红素的生物利用率 bioavailability 降低。这就是为什么巴茄在冰箱里看起来可能还很新鲜，但其营养价值和风味却显著下降。那么该如何储存波茄？请将它们保存在室温下、阴凉且通风良好的地方，将波茄蒂头朝下放置，以防止水分从蒂头区域进入，避免堆叠，以防止碰伤。如果您的巴茄片得太熟，可以将其做成酱汁或烹煮，然后再冷藏煮熟的版本。煮熟的巴茄比冷藏的生巴茄更能保留茄红素。切勿将白茄存放在密封的塑胶袋中，这会致流水分并加速腐败。白茄是送给长辈健康的绝佳礼物，能支持心脏功能，改善消化病，提供强大的抗氧化剂。只需一个简单的改变，让新鲜扒茄远离冰箱，您就能保留它们的风味、质地和完整的营养潜力。第一名，酪梨。在对60岁以上长辈最有益的食物中，酪梨总是名列前茅。它富含支持记忆力的健康脂肪，提供抗氧化保护的维生素 E， 帮助消化的膳食纤维，以及平衡血压的钾。
很少有水果像酪梨一样口感绵密、营养丰富，且对长辈如此友善。然而，许多人因为过早或过长时间将其放入冰箱，无意中破坏了它80%到90%的价值。酪梨对寒冷非常敏感，当放入冰箱时，其天然酵素会受到干扰，停止成熟过程或导致成熟不均。这会导致果肉变得像橡胶一样出水、纤维化或分离，失去了长辈喜爱的那种易于咀嚼和吞咽的滑顺绵密感。除了质地之外，低温会加速酪梨中脂肪的氧化，其中的健康脂肪，特别是对大脑和心脏健康至关重要的油酸 oleic acid 会更快分解并转化为较无益的化合物。对于长辈来说，维持稳定的健康脂肪摄取对于支持记忆力、控制发炎和保持整体活力至关重要。另一个常见问题是片色，冷藏的酪梨内部经常片成褐色、灰色或出现坚硬的纤维条纹，这是细胞受损的信号。当这些情况发生时，酪梨会失去其香气和浓郁的风味。许多长辈告诉我，冷藏过的酪梨尝起来不对劲，或片得难以吞咽，这正是寒害造成的后果。那么，该如何正确储存酪梨？请让酪梨在室温下自然成熟。一旦完全成熟，您可以将其冷藏，不超过1到2天，以延缓腐坏。如果酪梨已经切开，请保留果核，在表面刷一点柠檬汁，然后紧密包裹或放入密封容器中，以减少氧化。若要长期保存，可将酪梨捣成泥，加入少许柠檬汁后冷冻，这样比冷藏整颗水果更能保留营养和质地。对于长辈来说，最大化酪梨的益处可以带来显著的差异，包括减少发炎、支持记忆力、缓解消化问题，并提供纯净滋补的能量。只需简单地避免将未成熟或整颗酪梨长时间冷藏的习惯，就能保护这种对健康老化最有价值的黄金超级食物。我们刚刚探讨了9种看似无害，但若错误地存放在冰箱中，就会流失大量营养价值的日常食物。好消息是，只需在日常生活中做一点小小的调整，您就可以帮助身体更有效地吸收营养，支持消化，并在60岁及以后维持更强健的整体健康。变老并不意味着力量或活力的终结，在许多方面，这是您的身体最值得被呵护的时刻。从您选择的餐点到您储存所依赖食材的方式，当您了解身体需要什么并知道如何保护您的食物时，您正在积极地塑造一个更健康、更舒适、更充实的人生篇章。现在，我很想听听您的想法。今天这9种食物中，哪一种最让您感到惊讶？您的留言可能会帮助其他人避免他们多年来一直犯的错误。如果您觉得这一段内容对您有价值，请给予鼓励并持续关注，以便我们能在这条健康之路上同行。我还有很多资讯想与您分享，希望能让您第一时间收到。让我们以最好的方式迈入人生的后半程，稍微放慢脚步，变得更加健康，更有自我觉察，也过得更有意义。